中国甲日本最近关系正紧张，中共若伫黄海实弹射击演习，嘛伫台海进行联合战备的警巡。外界嘛正烦恼中共伫台海、南海、黄海三海联动的大动作。咱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就批评讲，中共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另外，针对有中国海警船驶到钓鱼台，顾立雄嘛强调讲，钓鱼台是应变的范围，咱的国军会处理。 中国甲日本最近关系紧张，中军最近也伫咧黄海进行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也伫台海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外界认为是因应中日紧张情势，一个反制台美军售，对中共伫台海、南海、黄海拢有军事动作，形成三海联动。国防部长顾立雄19重申，中共是麻烦制造者，希望慢用武力解决问题。我想。 中国应该要放弃所有以武力来解决事情的这种思维。对台湾来讲，动辄要以武力来并吞台湾，我想各国的这些理念相近的国家都会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态的严重。 国军用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应对中共的威胁。一拿中共最近伫台海进行的联合战备警巡，顾立雄判断有关是周期性作为。一拿中国海警船侵了钓鱼台，你会关心咱是不是靠赶伫钓鱼台附近的中共军机舰？钓鱼台周边的活动，或者是进入那个它有一些状况情况之下，确实都会进入我们的应变区，那我们都会加以来处置。所以还是会处理是吗？对，只要进入应变区，我们都会处置。 中共继续军事扩张，建立三航舰的时代。第三代航舰福建号正式复建了。中共官方媒体央视第18日做对外大宣传，公布福建号第一遍海上实兵训练，包括歼15、歼35、空警600等舰载机演练起降。一拿福建号未来可能会部署伫南海，国防院学者李志尧讲，应该是要负责确定台湾海上补给线，对南方是正严重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